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5月10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台中捷运拜三发生公安意外，造成1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监视器画面嘛公开啊。台中捷运表示，车顶的随车员未发现吊拐到列车隆起哩，干那13秒的时间尔，根本都袂赴反应，才会造成悲剧。而且台中捷运目前是自动驾驶，无司机员。沿路嘛无装迄款有法度监测物件为空中落落来系统。台中捷运列车发生意外，造成1死10伤。11中捷公布站区甲车顶监视器画面显示，车速中昼12点17分，吊轨降破轨道隔音壁，迄时阵列车多进站停好，不断用9秒确认异状，马上用对讲机通知站长，佮向车顶随车员握手。不过随车员并无疑会，一条怪门了后，才发现车前的状况。尝试去掏取我们的执勤包、驾控台盖板的钥匙，打开之后，尝试做一个紧急刹车。中捷强调，随车员发现障碍物到列车弄到障碍物，前后只有13秒，因为时间上过短，无法度反应。不过为中捷提供的时间数，为吊轨落落轨道到列车弄到障碍物，实际计41秒。中捷认为全程按照 SOP 作业，而且在车使用全自动驾驶就伫车头前，说轨道障碍物侦测中低，轨道全线并无高空直侵侦测系统。是类似只有轨道障碍物侦测可以触发停车。我们沿线那么长，是没有装设类似入侵侦测系统这一类的东西啦。市政前期法律系助理教授林松雅家属低调等到福乐公园站招魂，正台中市交通局长王其川即期，天空中心随车员有3摆机会停止列车，连环事故才造成悲剧。行控中心的人员并没有去按钮把它停下来，这个错失机会。列车上的随车人员，错失了这个第一个按车门边的停车按钮，第二个去开启那个控制盘里头的红色按钮，这几个连环的这一个失误，才会酿成这一次的事故。车门里弄一个紧急停车的开关，为什么随车员无使用呢？中捷解说只有列车进站停止的时阵有效，列驶的时阵列车甲领导下一站停止，并无伫轨道及时停车的功能。照理来说，那个装置就是让你做紧急停止用的，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任何人都可以让它停止的。如果说有人去操作的话，我应该会按但是我觉得那是本能的反应，感觉应该要停下来。那如果我知道要按可以按的话，那应该就是会按下去。中捷表示，规个事件造成2节电联车车厢4条电线甲轨道相关零件严重受损，会对建商求偿至少2亿。后续会考虑伫月台设紧急停车的开关，防止悲剧搁发生。后续提供事情互检调甲运安会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边仔建案工程造成事故，洗出的工头顶人是依照过失伤害定罪上班。地检署嘛传因出庭，要厘清责任。问讯了后，是50万交保。涉案的工地人员案发了后，带到警察局做笔录，因为台中捷运边的幸福化建案切实发生吊轨落来意外，地属列车顶悬乘客1死10伤，警方定性了，将洗出的工头顶人以过失伤害共向危险罪定罪嫌纠办。台中地检署10日传唤伊出庭，将对甚受认为操作不当且这些吊轨更受牢固这疑点来调查清楚。共12人到案处理，工地负责人蔡姓被告，以及吊车业者负责人以及指挥吊车人员许姓被告等4人，分别预支50万元、30万元、20万元及20万元交保候传。提醒交通部对地方在轨道周边的工程，它的建造由地方来审的时候，不是只有建管单位，是捷运局、地方捷运局也都会审。在审查过程如何落实相关规范，要有所要求。
对这重大事项以外，行政议会则已进行检讨。会中除了指示交通部协助地方政府检查捷运轨道周边工程共同检视各项产生出来问题，各由运安会进行调查。另外，对这案件当中承担建案的制度营造，最近5年发生7件重大工安事故，这期工安管理不当，为什么劳动部进行无全面检查，引起外界质疑。这5年对局域营造的工程，我们有局部停工56次，那总共财罚超过1400万，还没有包括下包商的厂商。后续针对局域营造这个公司的所有工程，会在积极的监督检查。劳动部澄清，最近5年对这间公司的工程路检有局部停工56摆，总共才罚1700万，后续依然会继续监督。记者综合报道。刑法法建案的工安问题，造成台中捷运的死伤事故。台中市都法局甲建商罚81万，嘛要求刑法法伫市内建案拢爱停工。想袂到昨下晡去查，煞发现一搭工地无照实停工，所以佫加罚27万。明明风下令停工，11工地煞传出机器声，包装技术也伫施工，查查中介因为刑法法文生爱国建案的工安问题，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劳动部中区一案中心第一时间开罚30万，台中都法局也已建着罚才罚81万，佮下令后来9下刑法法建案全面停工。因为想袂到，就是检查所发现其中一个无完全停工，佮罚起减做27万。还没进去以前，有记者先生已经拍到。他有做这样的一个局部的在做施工，所以我们认为他并没有完全停工哦，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会依照建筑法予以裁罚，我们后续会再来做一个稽查。建案工安引起严重事故，不过这并不是刑法法头一摆发生工安事故。是还在建筑的工地，我们比较担心会有坍塌的危险。大会一直烧，台中模范城建案2020年起到一半就发生火警，包括测查的重大事故，帮上专家署委也伫面册列出10年来刑法法伫台中有4件工安意外，甲买厝纠纷、高雄3件。台北港口有3件工安意外，新北桃园甲台南各1件。公司对外的态度代表这个公司已经烂到谷底了，没有想要对于公安意外有任何维护的地方，因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他们觉得你去告一告就好了，我赔一赔就好了。专家批评刑法法真侪摆工安意外，宣弄轻轻罚无代志，就其政府无确实监督。那捷运事故也引起各县市重视，台南市会对刑法法2个建案启动工安检查。同款有捷运系统的台北甲高雄，市府对附近建案的捷运也是紧贴加强防护，同时对4个位建案加强稽查，确保运输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卫生福利部桃园病院传出有护理师虐待红婴仔，病院表示，这个护理师的行为确实有违反相关法令的规定。卫生局昨暝已经处分这个护理师，要求停业1个月。若病院无监督好势，要罚25万。影片内面，护理人员拿行手拍婴仔面床，嘴拿伫咧骂，还阁听到幼婴仔哭的声音，互外界质疑是虐待囡仔。桃园病院依照儿童加少年保护规定通报，将这位护理师加护理长调离降职，上考纪会议处。该名护理师及单位护理长调离现职，暂停所有临床业务，相关人员也一并移送考纪会惩处。病院表示，这件代志是发生在去年9月小儿科病房，讲这位护理师的行为已经违反相关法令的规定，遂依照儿童加少年保护通报主管机关，配合警政、卫政、社福等相关单位进行调查加处分。如果有不当对待，将依护理人员法第35条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停业处分。情节重大者，得废止其职业执照。护理人员疑似涉及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的部分，将依法裁处6到60万元罚锾。桃园市卫生局伫咧11案发新闻稿，讲甲这位护理人员停业1个月，并且接受调查。因那病院因为无现前督导的责任，依照医疗法第57条第1项等规定，裁罚25万。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孔仔寮的海洋音乐节已经办19届啊！市府昨煞宣布讲，未来要停办，转型做雏影露营的活动。消息一日出来，是互民众批评骂甲臭头，所以新北市府昨暝又搁改喙，讲会继续办海洋音乐节。
新海风听音乐是真侪少年人热天的回忆。看了海洋音乐节是国内上规模的独立音乐盛会，每年拢吸引真侪乐迷。不过，伫最近新北市政府宣布讲，要转型真侪上映甲录影的在地活动，民众拢讲真可惜。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来，几乎每届都有来了，有点可惜，对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音乐季了，对啊。这边就已经办得很成功了，怎么忽然间就停掉了？这都很可惜啊。因为相关的交通还有腹地嘛，那但是我们8月份会在我们新北大都会公园还有淡水的渔人码头去办独立音乐的这个活动。管理局强调，不是要停办，是换所在办。活动会办伫咧捷运较方便的渔人码头，一个大都会公园顶顶起的舞台，因为无事先甲地方沟通，引起民代甲基层的反弹。附近的业者担心，这若停办海洋音乐节，对因的生意影响真大。当初疫情已经快3年了嘞，3年，我们快饿死了，真的。好不容易等到音乐季又停办，一天至少少个10万吧。办是对这个地方是好啦，但是他们要这样决定也没有办法。重点就是长期都是有客人来啊，有人潮才有钱潮。新北市管理局伫11月表示，为了要回应业迷期待，市府会继续办看了海洋音乐节。伊若淡水渔人码头的舞台甲新北大都会公园。伫8月连续3个礼拜六，也会办独立音乐表演《河海音乐季》。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因为华南分河区转向东平，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的天气。北部、东半部、南部、甲金门、马祖会落阵雨，中部嘛会落小可雨。咱来看云图。今仔日顶半部因为华南分河区转向东平，中昼前后北部、中部、东半部会落阵雨。过到了后，南部一寡所在嘛会落阵雨。若温度方面，北部是20度到27度，中部22度到29度，若南部是24度到29度，东部21度到26度。另外，拜六风平瓦见，若礼拜母亲节有第2批黄霜雨到，各地头拢会落雨，天气嘛会略仔转凉，一直到后礼拜1，温度才会回升。内政部长林佑昌去视察金门小三通，外界嘛咧关心讲，当时会当开放中国游客来金门、台湾旅游。林佑昌表示，6月会甲国安会拢有咧研究，嘛有做好相关的准备。部长，我是世宝妈。真的。母亲节进前，上金融会内政部长林佑昌11视察金门小三通旅客入出境情形。为3月25开放客运中转台湾本岛以来，金门入出境旅客增加到7万人次。也不过外界关注，什么时阵开放旅客到金门旅游？相关的一个政策，陆委会跟国安会，他们来做测定。不过我们就是做好这个一切的一个准备。中国移民管理局11公告，15起放令中国移民去港澳团队旅游签注，会当伫全国专境通办。也毋过来台申请，游玩需要向户籍所属公安局提出。即马毋若金门5万旅客来访，观光旅游业者也希望会当早日开放旅客来台旅游，降低政治考虑。只要是能够便利两岸的民众往来，好的措施。我们觉得都应该要去推行。我们也呼吁两岸的政府少一些政治干扰，多一些善意的交流。民众党立委赖香伶顶日去中国，说因为台胞前方驻记失效，防拒绝入境。国台办在回复已经向赖香伶说明情况。他们大概是用一些讯息来说明但是有关于这个证件注销的事情，原因当然还是不了解。中国对台湾除了展开贸易详细调查，也还未开放旅客来台旅游、经贸交流、观光来往，什么时阵会当恢复疫情进前的状态？政府有未细条件。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旧历3月23马祖生，新北市长侯友宜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两个人透早到同齐去邦桥厝会宫参加起驾照敬仪式。新北市长侯友宜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两个人透早拢去参加邦桥厝会宫起驾照敬的仪式。郭台铭表示，这是伊自细汉大汉的所在，看到侯友宜两个人嘛欢喜握手，做伙甲起马炮点互倒。按国民党暗算5月17公布啥人会当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侯友宜甲郭台铭两个人拢要参选。按今仔日是
徛讲台，做伙参加交警仪式。来看外交部长吴钊燮进前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相关的内容外交部嘛伫面册铺文分享。想袂到所有民众伫迄篇文章下骹留话，讲要对吴钊燮厝内面的人不利。目前外交部已经报警察，卖加强维安。外交部面册有网友讲一篇大文。高办留言要博关注，内容一字拢无改，毋过详细看全拢是死亡威胁。恐吓的人都是外交部长吴钊燮，呛声需要将伊规家伙大细灭门，也讲袂当有一个人话，以免害到台湾。它内容不堪入目啊，极尽污蔑，甚至严重威胁到本部的部长的家人的人身安全哦。外交部已于今天上午向警局备案，将相关的资料送交警方进行了后续调查。恐吓留言出自外交部这篇发文，分享吴钊燮接受外国媒体专访对谈，对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外交部回应在意已经报案，会加强维安措施。也毋过受看卖啊，过来最近几年，小连续拢有恐吓信息。今仔为4月底，像基隆车站、阿里山游乐区、桃园机场结婚、甲上山机场，连续互恐吓、互坑炸弹被引爆，也是会有随机杀人案。这几天故宫甲草山也互威胁有炸弹，报告外月来至少有9件，等于是每2天都有1件。如果不是同一个人所为，其实我们就很担心，就是会有模仿效应的产生。就是说，可能今天是 A 做了这件事情，可能觉得 A 觉得说，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好像让大众都觉得很恐慌。那于是乎，可能有特定的诉求的时候，也许 B 就来做这件事情。这个恐吓批加来电，警方侦查了 IP 多数伫境外，多数将目标指向同一人，已经伫境内现场着升，相关一直拢无定着，或者烦恼有模仿效应。不过也提醒，虽然是咧创治的，应该做的损减袂当少，都惊弹性冷气，互有心人有机会通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联邦众议员莫顿进前捌讲，台海若小战，都要轰炸台积电，甲毁掉。不过，伊即马出面驳回，讲家己意思互误解，是中国媒体得割到菜刀放假消息，少想要使弄台美的关系。中国创空台海局势，台积电是台湾的护国神山，嘛是国军守备的重点项目。台积电在伫新竹召开2023年技术论坛台湾场，针对俄乌战争，敢有冲击半导体产业，总裁魏德嘉深切回应：我们必须要找尽方法去 reduce the cost。去来克服各种的困难。如果是你们的老板们，他们就马上就会脑袋想说：这小子想要涨价吗？不过，美国联邦众议员莫顿日前对晶片问题炸掉台积电的讲法，和中国官媒引用标题写炸掉台积电压制中国，美国政界毁台派声明互吐槽。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if you invade Taiwan, we're going to blow up TSMC. I just throw that out not because that's necessarily the best strategy, but because it's an example of hate that's out there. And of course, the Taiwanese really don't like this idea. I'm not blowing up TSMC. If you do that, you have a $2 trillion economic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within the first year. 某人不满，指控中国选择性引用伊的发言，利用假信息要破坏台美关系，这就是对付台湾人民的证明。实际来看，莫顿随日出席美国智库美军研究院研讨会发言，伊直接讲台湾人袂介意这个讲法，也毋过中国向上气头气尾乌白讲。Well, I mean, this is one of the interesting ideas that's floated out there for deterrence. Is just making it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if you invade Taiwan, we're going to blow up TSMC. I just throw that out not because that's necessarily the best strategy, but because it's an example of hate that's out there. And of course, the Taiwanese really don't like this idea, right? 外交部回应，驻美代表处已经向莫顿联络，讲这是认知作战。另外，莫顿伫研讨会嘛几摆强调，伊是鼓励，毋是支持。中国影片含事实有出入，挑故意乱注写。记者综合报道。中天新闻台第2020年申请换执照。不过 NCC 唔准无通过，中天就退出电视52台。落尾中天是提出行政诉讼，经过2档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撤销 NCC 唔予中天换照处分，而且是要求 NCC 爱重新审查。NCC 是对判决表示遗憾，嘛讲会提起上诉。2020年，因 NCC 无同意换执照，中天新闻退出52台，提出行政诉讼。经过2年多审理，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吹责宣判，撤回无同意换照处分。知影消息，中天新闻和旺旺集团创办人蔡衍明拢发文庆祝。准一项，驳2项。NCC 就未来6年的营运计划所使用的评分表有法律适用上的争议，要依法院的见解来重新决定。也就是说，这个程序上的瑕疵在法律上可以补正。行政院指出，尊重司法判决，严格提起讲，中天当初提3项诉求，包括判准换照、赔偿将近80亿损失，另外是撤销原处分，法院是驳回前2项，判准最后1项。NCC 讲，当初考量52频道在这条有案期间有大量的申诉和违规，另外听证会证实该台有不当戒律等情形，再做出这款的判决。NCC 对着这款的判决结果感到遗憾，会阁提出上诉。NCC 有责任要尽快对中天个案进行重新审查，并且对于换照的这个通案能够通盘的检讨，让它的透明度、公正性再次获得全体国民的信任。确实是不多见啦，行政法院的判决几乎都是站在政府的机关有利的判决啦。慢慢的，司法院都比较开放的态度，很多都是驳回，是大家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啦。法务部长蔡清祥讲，尊重判决结果，若准 NCC 有需要法律意见，因会提供协助。不过最后的采纳结果，要由主管机关认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中国后礼拜一开始恢复出入境快速通关，台湾人摕台胞证嘛会使行快速通关。另外，中国人去香港、澳门团体旅游，会当去任何一个公安机关办签注，全国拢通办。不过，若是要办来台湾的手续，同款要登去到户口地才会用日。来看自由时报，今仔日是国际护理师节，不过护理人员真是有做这道的，煞干那58.4%。新冠疫情倒去了后，民众较愿意去病院看诊，医疗的需求恢复啊，未少病院煞是欠100-200个护理师。落尾来看《中国时报》，再生医疗法完成党团协商，今仔日送去议会3读。不过，阁有真侪条文有争议无修改。中研院院士陈培哲表示，效果欠缺，煞要开放实在是无妥当。唔知影是安怎政府青帮白帮都拼紧要推杀无交证的做法。疾管署公布国内第3例咱人喂着猪仔流感的病例。是中部10多岁查某囡仔，伊有接触过猪仔。今年3月中出现症头，经因定序确认是 H1N1 的流感病毒，认为有可能是猪仔喂互人，或者是伫环境当中接触的病毒。加在这个查某囡仔厝内人目前是无症头，饲猪场嘛无验着病毒。国内阁出现新型的 A 型流感，个案是住伫中部一个10几岁的少女，伊下课了后会去饲猪场看猪仔的活动，伊伫今年3月中出现发烧、塌片和筋肉酸痛这症头，去诊所采检流感快筛是 A 型的阳性，但是检体却无法度顺利分型，经过基因定序才确认是 H1N2V， 是伫猪仔身躯顶结白原性的流感病毒。这嘛是国内今年第1例、史上第3例 H1N2V 的案例。培养出流感病毒，但没有办法成功的决定它的分型，所以有后送到我们的实验室完成了定序之后，确认是这个 H1N2 这个比较少见的新型 A 型流感。疾管署讲，个案3个做伙住的厝内人拢无类流感的症头，经过采检是无喂着病毒。重点单位进前到个案定定去的这饲猪场去做采检，嘛无检出病毒，研判应该是散发的。不过兽医师嘛提醒讲，新型的 A 型流感是人和动物共通的传染病，要特别注意。猪呢，它得到流感病毒呢，的症状呢，就跟人的感冒症状类似，咳嗽、打喷嚏、流鼻水。那同时它就会产生这些气雾。如果刚好呢，这个人在附近工作者，或者是没有防范，或者没有戴口罩，他就会有被传染到的一个风险。疾管署提醒讲，防范新型的 A 型流感，应该遵照5爱6抹的原则，就是肉类含卵爱熟食，爱用湿文洗手，若出现症头爱滴喙暗去看医生，爱注流感疫苗，食较营养袂当经食，爱运动，莫吃食鸟仔含卵类的产品，莫走私来路不明的肉品，莫摸鸟仔，嘛莫去空气无流通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 Costco 的冷冻果子鱼验到 A 型肝炎的病毒，业者嘛公布补偿的方案，唔拿退钱，嘛提供予消费者甲商品共计销的慰问金。另外，嘛补助消费者检测 A 型肝炎的费用。那消基会是批评讲，这个方案根本就无诚意。那准有需要，会协助消费者拍团体诉讼。好市多卖场早起人来客去，买物件民众袂少。也有民众陆续前往退费，等伫防检出有 A 肝病毒的冷冻鱼果商品，听到业者提出补偿方案，不少民众讲其实无破病就好。不小心生病的问题，不是那个金额多少的问题。对啊，因为如果你真的生病了，多少钱也补不回那个健康。就原来的价钱还给我这样子而已。今天有公告一个新的公告说会有补偿金没有了，同样金额的补偿金啊，我有退给我就好了。根据业者对会员正式公告的补偿方案，凡是买伫回收区间的商品，无论是冷冻3种综合鱼，还是冷冻蓝鱼，除了专业退费，搁提供等待的补偿金，民众若出现症状，甲卫福部认定机构检测 A 肝，补助500块检测费。若确诊 A 肝，搁疫调追踪甲食的商品有关系，业者会负担全部的医疗费用。60天之内都有疑虑啊。那60天之内检验个1次到3次，那个检验的费用再加上挂号费，那绝对不是这赔偿的几百块、补偿的几百块可以把它 cover 过来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一个费用真的是非常非常没有诚意。消基会分析，最近拄拍完胖达人团体诉讼，最后每一个人会当得到2000多块的赔偿金额。消基会认为，好市多的鱼果商品影响层面更加大，赔偿金额至少3000块以上才合理。那消费者对于好市多赔偿方案无满意，各向消基会申诉，只要达到20人的底线，消基会就会协助拍团体诉讼。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英国宣布要提供乌克兰一款射长距离的飞弹。英国国防大臣强调讲，这会当帮助乌克兰甲罗西亚拍走。另外，北约指出，罗西亚目前已经用85派军力啊，因较武都要进步啊，所以北约是鼓励成员国尽量帮助乌克兰。英国政府10月宣布，军援乌克兰暴风之影长程巡弋飞弹，这是一种空对地的长程巡弋飞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会让攻击高价值的目标，譬如加强防御的掩体、加关键的基础设施。这是第一遍有国家提供支付长程武器。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强调，俄罗斯杀害平民，英国袂点点摩擦。Ukraine has a right to be able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this. The use of Storm Shadow will allow Ukraine to push back Russian forces based within Ukrainian sovereign territory. Russia must recognise that their actions alone have led to such systems being provided to Ukraine. It is my judgment as a Defence Secretary that this is a calibrated and proportionate response to Russia's escalations. 莫斯科是谴责这项军援，英国会对这件代志做充分的回应。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在参加论坛时阵讲，即马俄国的军力正受限制，有85%用伫咧俄乌战争，和北约盟国受攻击的风险变小，所以让尽量军援乌克兰。在回应中国议题时阵，鲍尔强调中国唔是敌人。NATO sees China not as a threat, but as a challenge. And the difference is when we talk about these military plans is that NATO is not working on military plans against China. We are working on military plans against Russia and the terrorist groups. 俄罗斯乌克兰双方正伫咧乌东的巴赫姆特激烈的战斗。乌军讲，因为因伫咧巴赫姆特猛烈的攻击，互俄罗斯正大压力。俄军伫咧过去一天就发动要甲50遍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虽然人员拢已经到位，不过反攻的行动也该等一下，因为乌军也搁伫咧等待西方盟友提供更加侪武器。公司新闻张伟玲、吴义昌编辑。来看以色列甲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冲突是愈来愈激烈，3日以来已经有28人死亡。就算讲埃及出面斗讲和嘛无效。目前上新的状况是巴勒斯坦射几若百粒火箭弹，造成以色列1个人死亡。在暗暝中会当看到，对加沙族人向以色列发射大量的火箭弹，和铁穹系统加大卫岛九所防空系统炸来，伫咧天顶爆炸。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伊斯兰圣战组织一直射火箭弹，
以色列讲，因甲96派火箭弹拢炸来，因过10月中部雷河乌区一栋建筑物被射掉，造成第一件死亡事件。过去3天双方的冲突愈来愈悬。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声明讲，阮的报复还阁直直继续。مروحش بيعرفش ايش بده يصير يا هو يا اولاده يعني حرام اللي بيصير في الشعب هيك 进前以色列拍死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军事领导人甲伊的副手，目前已经有几多位高级将领死亡，也伫加沙地区造成包括俘虏甲儿童在内的重大死伤。伊斯兰圣战组织是和激进组织哈马斯统治的加沙地区内面势力第2大的武装团体，因所发射的几多爆炸火箭弹，和特拉维夫以北的地区空袭警报一直响。以色列军方命令150万以色列人，也就是全国人口的16%去避难所。虽然埃及想要伫咧中调解，不过双方敢若无打算要甲自去年8月以来严重的冲突停落来。伊斯兰圣战组织讲，埃及伫咧开罗甲因这边的国战人士圣地见面。埃及的外长苏格里伫德国柏林也甲记者讲，调解无进展。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伫庆安有一个邪教讲，若准枵死就会当看到上帝，所以信徒是唔食唔啉，害死100外个人。法院验尸了后，发现一寡尸体内底器官嘛无去啊，可能是有人偷挂去买。另外，法院嘛烦恼讲欠款会倒口径，所以已经拒绝教会负责人保释申请，而且要甲伊延长拘留30日。昆雅邪教信徒集体绝食的命案，随着时间受害人数愈来愈多，当地警方经过半个月回搜寻，到今已经找到133具遗体。I am afraid that we have many more graves in this forest, and therefore it leads us to conclude that this was a highly organized crime. 昆雅当局认为案件恐惊无单纯，因为法医验尸了发现部分遗体器官减少，疑似互人挽起卖。检警当进一步调查。另外，被看作是号手，讲要是就当看到耶稣的加因国际教会负责人马肯西，法院认为嫌犯有串经的疑虑，查查拒绝马肯西的保释申请。I find that the integrity of the criminal process may not be guaranteed, and the evidence may not be preserved by attaching stringent bond terms. 相信法官裁定马肯西延长拘留30天。伫这个案件涉有重嫌的17人，也同款未当保释。那另外一名防指控局务的电视传教牧师奥德罗，顶礼拜已经交保，伊除了涉嫌谋杀、协助自杀，也防指控协助马肯西洗钱。马肯西的辩护律师是控诉未当保释的裁定违宪，会提出上诉。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今仔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世界。美国驻南非大使指控南非透过一只货船，甲罗西亚提供武器。讲这只货船去年12月伫开普敦附近的海军基地偷偷靠港3日。若南非的总统无愿意加讲，干那讲等咧调查。来看白宫的国安顾问苏利文甲中国中外委办公室主任王毅见面，两个人讲8点钟。针对台海议题，美国是希望两岸和平解决问题。若针对美中的竞争，中国嘛发表声明，同意来管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要乘坐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岸田文雄后礼拜要主持 G7 峰会，要甲 G7 合作会应对罗西亚、中国甲北韩的威胁。另外，岸田政府要有关防卫预算，想要乘坐会当甲中国比拼的军事大国。来看台中捷运事故不幸过往的是台中静宜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林淑雅，伊长期注心关注民甲人权议题，听到伊不幸过往的消息，人权团体甲学术界拢真唔甘。若静宜大学嘛设一个纪念墙，互大家来怀念这个温暖的老师。林委员，你这个东西好多，你要不要多一点时间再讲清楚一点？占用大家太多时间，那我很快的跟大家讲说，原住民族传统领域这样的概念进入到台湾的法律体系或是国际法当中呢，是非常新的一些状况。
甲总统蔡英文讨论原住民族转型正义，正义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林淑雅七十伫中济事故中不幸罹难。伊是台大法律系博士，关注人权甲原民议题。除了担任原转会委员，伫2016到2020年期间，也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理事长。前一摆参加国际会议，为台湾人权发声。不管是在他自己很关心的原民的议题上面，或者是在像这些同志啊、性别平权的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西藏人啊、中国的人权议题上面，觉得老师其实都就是很不遗余力的呢。包括台权会、同志热线等真侪人权组织，也阁有学界多位教授参伫位高丽华，拢发文哀悼林淑雅。正义大学学生更加布置一面纪念碑，除了有师生互动，也有未少林淑雅参与社会运动的相片。唔甘这位温暖佮热心的老师，老师每次就是他的那个笑容就是很招牌，然后就是不管去问他什么问题，他其实都很有耐心，他可以一直讲，重复讲十几次，他都不会生气。他真的是一个很好、很温暖的老师。我觉得在这里，我代表赛德克族的民主议会，然后要谢谢苏雅。林淑雅是嘉义市知名律师林胜木的查某囝，乡亲听到这个消息是真悲伤。厝边表示，林淑雅假日拢会回去嘉义陪伴爸母，一家人的感情真好。原本这礼拜嘛要回去欢度母亲节，想要到今年团出计划。今麦家属已经到台中处理相关核事。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发生公安意外，论真来讲，新北市的环状线、台北的温科湖线一寡捷运的列车，拢是无驾驶的自动驾驶系统。那拄当即款意外是要安怎应变的？台北捷运表示，目前侦测系统是爱物件正式卡着轨道，才有法度侦测到。那准是伫半空中都无法度啊。所以目前正咧考虑用雷达或者是红外线提早侦测应变。当地行的台北捷运温湖线坐起来是真稳，但是车顶并无驾驶员，是全靠无人驾驶系统，出入站是靠电脑来操作。但若发生紧急事故，要安怎？大概都知道位置在哪里，因为以前有去过他们捷运公司的那个博物馆。如果万一还有机会的话，不是都还有那个可以通话的那个机关可以用。斟酌看，这紧急设备就伫车门边，亲像是紧急对讲机，会当互民众随含现控中心来对话，扫到来照现控中心的指示，甲手环对顶悬塞停止列车。列车停了后，有开门的手环就会当手动来开门。另外，台北捷运某些安全系统侦测，包括设围篱、隔音壁含柜台门，来降低其他物件入侵的风险。每一节列车都有放一支要侦测的，若侦测到障碍物，列车就因为安全保护自动停车，但伊嘛讲侦测系统要有实体接触才测得到。靠车子自己去碰到啊？对，哇，这样子也不行啊。不管是用雷达，或者是影像，或者是其他的红外线，这部分我想我们也有一个团队，我们来这个评估看哪一种形式。对对。专家讲，万一落倒来的物件若无直接落伫轨道，是落伫半空中，恐惊是侦测袂到。另外，除了靠乘客通报和侦测系统，台北捷运讲，温湖线嘛有随车人员，但是敢若伫咧长隧道，亲像台铁站到松山机场，而且毋是逐台拢有。随车人员是在减少的，慢慢发现说不太需要有随车人员，所以随车人员就慢慢就撤回来。如果有随车人员的话，可能会更安全一点。专家建议讲，针对无人驾驶系统这种捷运，上好是配随车人员，才会当随时注意头前轨道的状况，避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国军为着要加强后备战力，今年头一届办女性的后备军人教调，头一批有14个女性车牌报道，接受5日的训练。昨是实弹射击，总统蔡英文嘛亲身去到桃园视察。总统嘛讲，透过教调会当加强动员作战，女性教调员的加入对提升后备战力真有帮助。下指令采取抛掷射击的女性调员，瞄准背心射击出去。广播头一摆开放女性后备军人支援教调，头一批14名女性调员到第5天训练。第4天课程是实弹射击，总统蔡英文在伊亲自到桃园视察。
蔡总统一直看调研草库，国防部强化后备战力，以5至7天9条为例。下停175个枪杆并射击，为原先12发提悬到30发，目标20发及格。那伫搭配结束了后，还会进行分析。慢慢打，对不对？教官刚在上一节课时候有讲到，慢慢打。教官分析调研比赛点出射击姿势需要改进的部分，提升射击精准度。另外，也特别累积起和调研练习标准。蔡总统指出，9条和调研采取士兵时段应用战时战况，会当就地动员就地作战，也点出女性调研加入对提升后备战力有帮助。我们女性士官兵有人特地向公司请假来报到，有人暂时离开孩子身边。希望能以实际的行动为保护国家尽一份心力。有位女上兵也说：“有国才有家”，所以今天就是来保家卫国。台湾处理民主防线上前线，蔡总统指示国军检讨加调整相关配套措施，精进9条训练，落实全面国防，无分性别、典型，守护国家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陈水扁的后生陈致中被判洗钱罪，判刑要关1冬。昨下晡3点外去到高雄地检署报道，要入去封关。现场伊是拢无回应问题，干那透过面册感谢大家关心。谢谢哈。下晡3点20分左右，前高雄市议员陈致中是以一个病头到高雄地检署报道，对媒体问题，伊干那回应多声尔。谢谢，小心你的脚步。好，谢谢。报道了确认身份，陈致中就封扣手铐，坐翻动车要去验调的高雄第2监狱。保重，正敌别开，用野为炮等刺骨，等着用。为什么一个议员呀，就来取消伊资格？啊，搁即摆搁要修法，终身不得参选，这不公平。判刑确定了后，陈致中就无阁出来，心声拢是透过面册在讲。法家执行进程嘛发文讲心声，请大家互伊先讲再见，嘛感谢大家的爱和温暖。嘛因地邦桥的事甲外界讲，伊会坚韧面对困难，阁一摆转来看会阁较强。陈致中和因某黄瑞晴是涉嫌替妈妈吴淑珍来洗钱，黄瑞晴判刑10个月，假罪4年，但陈致中判刑1年确定，就要入去关。吴淑珍判刑2年，最高法院发回警审，经3审已经分案。4点20分了哈，那个高雄地检的警备车将那个陈姓收容送进来之后，我们会依照正常的程序有没有做那个新收的那个流程，会配在新收区的2人设防。监狱这边讲，陈致中入监了后心情真平静，会分去一般新收的舍房。未来接见嘛会照法令的规定，和其他的收容人拢同款。刑法规定，有期徒刑若坐到超过一半的时间，就会当申请假释。陈致中坐监满6个月，就会当申请假释。入监满2个月嘛有机会红选去做外役监，表现好，阁会当申请转去厝探视。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大会5月1日就要起稿啊！那咱台湾目前是还未收到邀请。台湾医药学生甲公卫专家就宣布讲，要组团去 WHO 参加一寡研讨会，嘛要伫当地办头一届的全球卫生外交高峰会，邀请后边的专家来交流，希望世界拢了解台湾的医疗实力。由大约20个学生组成的世卫公卫医学药学行动团，宣布因要自费去瑞士日内瓦参加 WHO 周边的会议，也会伫20日在当地举办头一届的全球卫生外交高峰会。叶志玲黄树立表示，虽然咱国无法度方正式邀请，不过希望透过学生公民的力量，和国际医学界、公卫界交流。我本身有医师甲公卫师的资格，这届出团上希望的就是当建立台湾人甲国际社会之间的交流，尤其是专业之间的交流。学生团体和公卫医师合作，会伫当地举办头一届的全球卫生外交高峰会，邀请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公卫专家分享经验。参加的医师表示，学生的热情是让伊真感动。那这次我们出团的学生们
那都是义无反顾，都是食宿自理，并且承担机票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之下，也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热血每一年继续的执行下去。世卫公卫医学药学行动团唔但会家己举办论坛，也会参加 WHA 相关的会议，加超过30场周边的活动。希望透过这寡行动，培育少年人参与全球外交的能力，也让大家看到台湾对世界公共卫生的贡献。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台南已经600多日拢无落啥物雨啊！云仔是变甲伤咸，已经传出北门、将军、七股、安南这寡所在渔民饲的粉舀咸死。台南市农业局是呼吁渔民，若拄到这款情形，会当去甲公所申报，农业局会协助渔民争取现金救助。一粒一粒卡拢已经现天的粉舀，规堆蹲伫渔内边啊，数量侪到敢若山，互渔民看了是真痛心。台南7股10分里迄块地啊，第二日发现粉舀的死亡率较悬，渔民推测因为靠岸雨落少，致使渔内水愈来愈咸，这个粉舀才会拢咸死。真哦，你若甲无流水哦，拢伫咧5、6度、5度半，咱这也无咧像。在西面讲有迄款的地下水人去偷啊，所以咱是爱靠天啊。你靠天的时候，伊就无水，无水的时候，这就是蛤蟆就站袂掉。那其实除了盐度过高之外，其实温差太大也是一个饲养上一个很大的障碍跟问题。特别邀请农委会相关官员进行会勘。照饲粉舀的经验，旧历3月、4月、8月、9月，因为季节转换，影响粉舀育成率。不过今年酸糖了特别严重，中央甲地方农业单位联合会勘，发现鱼湾内底的水咸度有到5度，比适合饲粉舀的2度至3度，还佫悬真济。北门地区饲粉舀的渔民，目前已经有70多个人来通报，也若7股嘛超过10个人，人数要持续的增加。海水绝对的浓度4度啦伊就影响伊的生长。若5度就可能影响伊的死亡所以现场采取一寡咱的样品对伊化验。恁若讲有这个发生这个死亡的情况，尽速甲咱公所来通报。台南市粉舀的面积差不多3250公顷，今年产量是13000吨，是全台湾排第2。农业局呼吁受灾渔民爱赶紧通报，若认定有符合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会协助渔民来申报。记者综合报道。礼拜就是母亲节，市面上对整容花的需求嘛，大大增加。嘉义市是国内种整容花的第2大产区。惠龙表示，今年的产量减3成，所以今年的价销嘛会较贵。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大家惯是要整容花送妈妈，互花店这阵是真无闲。店头家讲，今年整容花的量较少，所以价销比旧年悬。不过买的人也是真多。买气很好。怎么说呢？因为这几天又加上那个妈祖天上圣母生日，所以花的需求量真的很多很大。所以有些价格都2、3倍。嘉义市是国内种整容花第2大产区。惠龙讲，今年量减3成，减少的原因是因为进前疫情减少种族面积。像我个人就少种了3成以上。所以今年产量变少，然后又加上疫情解封，之前像我手上这种多朵的品种，一只大概是4到6块，今年的价格大概是10到12块。有贵很多哦，去年像这样才250，今年是350。惠龙讲，今年雨水较少，但是嘉义市灌溉水源有够，所以今年花的生长拢袂歹，加上疫情解封有较咧庆祝，今年母亲节的整容花真有销，所以价销嘛伫这阵才有较悬的情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有真侪人拢无介意流浪动物，嫌因身躯无清气，嫌因臭，甚至认为讲因会甲人攻击。不过论真来讲，这寡动物可能是因为捌互虐待、凌迟放杀，因才想要保护家己。加在各地头无好心人开钱出力了时间，替这寡流浪动物找一个家。一礼拜六下暗7点半，青春咱的帮，特别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流浪动物的世界。奶奶来，奶奶来。宜兰陆海协会总理事长吴冠豪，10年前因领养的狗仔过身，所以把这份对狗仔猫的爱留予流浪动物。为单纯伫护瓜甲饲，伊直到成立陆海协会，自只起救援、饲食、办节育的活动，拢成做伊日常的生活。他们是比较弱势的。
所以我就是想要让大家要去重视生命平权。我们的约会就是较侪时间就是拢去流浪动物的欣赏，所以流浪动物今天是我的好朋友，是生活的一部分啊，是对。看到了，在前面那边。拍破死鸟吊树头，死到放水流传统的风俗，还佫伫咧读册的林医生，决定加做流浪动物的送行者，或者有路无处受苦的狗仔猫仔会当好好行去。因为在法定上面，他们就是废弃物，我就把这件事情发上社群，那更多人去了解这件事情，是蛮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情。咱伫咧野骨灰的时阵，心内会一直想讲，你后世人去做有志人因兜的宠物，你莫过来做人。这阵发心要照顾流浪狗仔猫的民间团队，伫台湾各地尽家己的力量。除了解决现状，嘛希望透过生命教育，让现代动物将个流浪的观念传播出去，让每一个人会当了解尊重动物生存权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0度到28度。中部地区21度到28度，南部地区22度到29度，东部地区20度到27度，外岛地区17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